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今天师父要给各位报告，世间上最宝贵的，并不是黄金、钞票、房地产也不是名位或者权势，而是生命跟时间因为前者如果失去了，我们还有机会去赚回来。但是后者一旦失去，便永远无法挽回纵然你有再多的财富、再大的权势，也无法使失去的生命跟时间再回来。因此，生命跟时间是我们最应当要珍惜的。然而，我们一般的众生却很少能够爱惜时间，反而日复一日、经年累月的随意浪费和虚度完全不知道应该要早日清醒过来，做一些有益于社会众生的事情，实在是令人十分惋惜陶渊明曾经写了一首诗记，他说：“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眠，岁月不待人佛教的圆音法师也勉励所有的弟子们，他说：“莫待老来方学道，孤魂多是少年人。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对我们很大的警惕，这些内容对我们实在是当头棒喝。我们根据资料知道，印光法师在自己的精舍从不挂佛像，只挂一个很大的死日，目的就在时时警惕自己，一定要认真的修行，不可以浪费时光，否则一旦无常来临的时候，就后悔莫及了。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又说了，是无常先到，还是明天先到多是在警示我们大家，应当要把握当下的时刻，立即去做修身养性以及利益众生的善事。若能如此，我们的生活立刻充满了喜悦，还有温馨我们的生命也将立刻能够脱胎换骨。若凡事都蹉跎犹豫一旦无常到来，必悔之晚矣，饱汉终生佛一再告诉我们，生命太无常了，时间太短暂了，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赶紧念佛发愿往生西方。因为时间不可能等人一口气上不来，你将是来世的人，那你到底要转世投胎在什么地方，你不清不楚的。因为你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所以往往就随业流转，这很可怕，很可怕。你再来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佛一再的强调，再三的叮咛嘱咐着我们末法年代的众生，赶紧念佛，不然的话我们会随业流转你如果念佛仰仗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我们脱离三界，离开六道轮回，不在生死苦海里面打转必然我们未来的道路就是充满一片光明跟希望。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生命无常，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什么时候会到来，你不清不楚。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赶紧用功办道，好好认真精进的念佛，自然感应道交。佛陀永远不放弃念佛的众生，念佛叫做安心法门，这一点提供给所有佛教信徒，我们大家一起来勉励。谢谢大家，阿弥陀佛。